说实话里从此上为正我个看把三不讲吵到了一天时，趁着我心情多脱点，说讲房东的门，随随来他水管还有包，非着也看得阿紧的。敌人的节奏龙往向人说比样给动为狠，随随把个偷风进来去。你看我我操么总归有个呀。幸亏说不到他呀，非着菜也生出来的，偷风也比把吃我食谱。不要这个把多少，头发么总归黑个哇。亲戚的也生出来的，这所以说是实际偷风也偷不完的，当阿是我的，现在说少的地方，到底老是谁比那还抢回一趟。你听我个气坏去。而且到猪台干。哎，我是哪里的呀？有辰光我上坡里呢，是个里向跑出来。一说给你那谁今年哪跑得出来的？头来是1公里公出来。你看见过干？看见啊！你带我忙忙，我带你忙忙。你摆在我房间里呀？不，你最爱打吵不过。刚才我跟你讲，搿只墙有点八家出来，我吓得了死。我晓得个呀。哦，你看见过他有八家干？打不来呀。手中八家，你还搿里向是？啊，啥人跟我理啥人做事？要说啊，整整2个钟头啊，用脱子1零歪门先生，半台7号分，偷脱7龙水，偷分3八，前浪3八。啊是啊？哎，还没。啊香喷喷。香。啊？晒出来一张地老师，一只老粗的多痛啊！哎，不，搿个么子打头风的呀。对。对。一张包来看。哎，什么面盆盖子？啊对。然后这看这素质，哎，我们就去好用吧。我们上趟好用。上趟是几辰光？啊，记得嘞。不记得。到这个楼的背后是能看到。你是研究生？也不是，我其实是老师。那我怎么不认识你？要是你哪会得认得出来，了几千个来死了里。我认识人多嘛，83年我都来。读早台的辰光，当辰光少年了里向。这样搞个哇，开会开始5年天了，开会还是要抗着了，人侪删脱这里再来读早台。西北农大传说当中的三亚监狱里待着，金看看墙头浪向个洞，但是发生1至5年天。分到这样搞他做啥的？是戏是悲，这还让历史感受浮起来。真是搿样么子啊！反正你3老百姓改得明白，所以你还是去好药吧。不是改得明白，改不明白。今朝好药好出至少历史故事来着。2了4侪辣外头，本来么侪辣房子里去。哦。少人家小房子侪辣外头个。哦，埃个一看侪是文革辰光个房子。哎，后来补的，不也拆下来了。每年天不到一个地方来一趟，那还困得着干？稍进去好腰子，一个挨屁屁再还一个人好，熬得来一打等你出来，正好再上去。啊，好清爽家！哎呀，路上通话站，这只剩1年天一双鞋，臭臭浪去。我一个通话你从来没看见些个。啊，看到有啥两样？碰高到啊。哦，那是到，反正个说法中不难的，啊是暗得不得了。一个就是现在行的气力拖啊，我快来打。哎。我上趟最高2个人没人来困过啊，我一个是手真倒得来个单皮，我拿来后面上趟来盖着一个皮头啊，浑身发痒。哦，那搿个是好药好得太多。如果我马上到我前面外头去毛一个皮头啊，不来，一点皮头2个人分5个，哪还困干？那自家倒得来个皮他们来闻啥呢？搿只皮他会闻得出地上的皮头。哎，搿是心理作用。那是2个人分3个。啥用不着啥得。我自家个皮他不倒得来，我再15要对着有。改变新的。真个新的。新的搿份用过的，录过书的。那么我一个针头推来推去，叫人家不买不讲改个买金也是刚刚拿出来的。哦，不来。一只针头推我到2里就可能讲忙了，年轻年质。我昨日啥等那吐出来还咬破，那里头我哪还困干了？我刀子钉板子了困干了，谁在那困干？反正个说法我个面孔我不敢不讲去，搿针头浪侪是皮的2千的，我在那想谁里不做啥人困？搿那哪还去理律师、理官呢？